议员蔡小薇甲康恩景慈善爱心协会合作，举办东区清寒学童奖助学金活动，鼓励学子伫困难环境当中，也是爱努力向学，希望借由这个奖助学金计划，激励弱势学子勇敢对望。我们在新的学期，透过我们的康环金慈善会所挹注的这个奖学金，可以鼓励我们的学子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感受社会资源的力量，然后让他们做最坚定的后盾。那当然不免俗的，我们在前7次跟前3年，然后我们总共帮助了700多位的弱势学子。那未来呢，我们也期许说在不管是国中或国小，教育虽然不一定是代表全部，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可以认真向学，然后。奖助学金申请只要是符合加收中加12号标准学生，各中心学期总成绩达到85分以上，就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助学金；90分以上则是1500。各小学生总成绩达到90分以上，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助学金。除此以外，所有符合条件学生，不论成绩如何，拢会当申请孝悌奖。国中的部分，只要他的成绩是90分以上，我们就有1500的这个奖助学金；那85分以上也有1000块的奖助学金。那包含了国小的部分呢，就是要90分以上有1000块啦，另外呢，包含理事长所讲的成绩不能代表一切，但是品性会成为他们一生应该是说可以遵循的这个。部分啦，鼓励说，只要他虽然成绩没有达标，但是他在学校的品性或者是跟同学间的友爱啦，那你觉得说是可以值得鼓励他的，那我们也可以有孝悌奖的部分。东区弱势学童奖助学金计划涵盖东区侪间学校，包含后甲国中、复兴国中、中明国中、忠孝国中、胜利国小、博爱国小、大同国小、东光国小、德国国小、复兴国小。综合国小、中明国小、育文国小以及中西区正校国小等学校，中明国小校长杨宗颖伫会中也代表所有学校向议员以及协会表达感谢。也非常感谢我们一些在外在的这些团体包含我们的慈善基金会等等有一些资源的挹注，除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实质上的一些资助之外。我想最重要的也是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这个社会上一个爱的力量那今日他们在接收了这些的协助帮忙之后，未来在他们长成之后回馈社会的一个动力就是在今天种下的一个因啦康恩景慈善爱心协会理事长金俊良表示，协会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领域。大家透过无私奉献实际行动，帮助弱势学子实现学业梦想。另外，协会也以行动引导各分会，让爱心的力量不断延续扩大，支持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